大考中心考試委員會今仔日審議115學年度分科測驗違規事項。今年有考生掛智慧型目鏡，予監視人員呢利用這金屬探測器查到，認定講已經危害到考試公平，而且情節重大，決議取消這名考生分科測驗全部的考試資格，也修正116學年度考試簡章，智慧目鏡對116學年度開始呢，就列作是重大違規項目。無論你是有掛這智慧型目鏡，或者是早來到現場，攏算是違規，而且迄節會無算分數。幫我辨識眼前的文字。前的這張紙上顯示的是 Motorola 品牌的一些產品信息。配掛智慧型目鏡會當使用基本功能，要求辨認看到的物件。今年大學分科頭一屆有學生囡仔配掛智慧型目鏡考試，經過檢查發現目鏡鏡有電源開關功能鈕。作弊其實也不無可能。過程當中，不管是說用語音的方式，或者是說用實體按鍵的方式去觸控操作，其實都會讓使用過程當中就是很難不被察覺。專家分析，目前市面上智慧型目鏡外觀甲一般塑膠鏡的目鏡差不多，攏有語音甲手勢查資訊、翕錄影甲分享，也閣有即時翻譯功能。近看一旦看到電源等功能鈕，若是啟動錄影，也是翕相，也會死一個。那掛入考試場所用真緊，互人發現。今年大學分科測驗頭一屆啟用電子加金屬探測相關措施，都查到學生囡仔使用智慧型目鏡。大考中心2次審議違規案件，對這個違規掛智慧型目鏡的考生，佇物理、化學攏有使用。下晡考試也是要求將目鏡摕轉來參加考試，所以決議取消考試資格。還給他，他還要佩戴。所以這裡面都涉及到一而再再而三，有使用 AI 眼鏡，委員們共同決議，這個考生呢就取消他的考試資格。大考中心指出，未來智慧型目鏡的功能一定會更加多元，委員攏決議應該加列做防止偷竊部上介重要的物件。116學年違規處理辦法，加智慧型目鏡單獨列出來，考生若配掛還是隨身帶智慧型目鏡，無論是毋是有使用，攏當作舞弊，即節都無算分。記載交出來還是配合查驗，取消考試資格。記者綜合報道。